别动，我来。你的手套已经污染了。周翔，周翔，想什么？疯了疯！还不快出来吃你的水果减肥餐？过个年你都胖成一坨了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上马上！妈，你真好，还特意端水果给你的宝贝女儿。妈，你干嘛？你说你这多大的脸，我还给你端进来。你说你过了个年，除了在家看电脑就是看电脑。这个电脑是你亲妈呀？那行啊，找你亲妈给你端水果去吧。洗手了吗？哎呀，多麻烦呀！这吃，洗手去。你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现在就去洗手。这还差不多。来吧，先吃一口。哎呀，看看你这过个年胖成啥了，天天也不运动。哎，我胖你还给我吃？吃完这餐，吃完这餐你就减肥啊。好。那行，我给你搁这儿啊。记得吃。好，别忘洗手啊。好。你回来的票订了吗？我去接你。他要来接我呀？小周啊，小周，你过来帮我处理一下这上面的指纹。